三文魚只係多到滿瀉啦。親自出動，帶嚟真實食評，用食物嘅味道嚟去懷念以前嘅味道。必食之選一級推介，睇晒呢度。嗰個餐牌咧，大家一齊攞出嚟，不斷試，不斷食。我哋都係想做好件事，創下新，又冇忘記啲舊嘢。美食新聞報導，星期四下午5:15，翡翠台。匯聚你我關心嘅事，大家圍埋探討。急性中耳炎嘅成因係乜嘢咧？視網膜脫落係咩病咧？嗱，首先我哋講下咩係視網膜先。仲有大廚教路，助你解決煮食煩惱。睇餸食飯，流行都市，星期一至五下午1:20，翡翠台。然後佢哋話唔得，咁就啱啦。因為任何人都唔應該以你唔同意嘅方式去摸你㗎，即使係你個屋企人或者係朋友都唔得。如果你唔知道應該點做呢，你可以隨時話俾媽媽知。每一次談話都令我哋嘅世界更加安全。讓我們終結兒童性虐待，從每一次對話開始。澳洲政府於坎培拉授權。返嚟新聞時間，睇下港股收市表現。恒生指數收市報26,389點，升唔夠1點，總成交超過3067億。最活躍港股嘅收市價，阿里巴巴升5個1，騰訊控股跌2個4，盈富基金升4仙，恒生中國企業跌1毫6，中芯國際跌2個6毫半。南方恒生科技跌2仙8，小米集團跌8仙，美團跌個9，泡泡瑪特跌4個4，南方海力士2倍槓桿產品跌咗6毫。其他主要藍籌股嘅表現，匯控係升咗1毫8仙3，友邦保險升7毫半，中移動升1毫半，港交所跌2毫，中華煤氣升1毫。恒生科技指數跌17點，報5076點。歐洲股市方面，倫敦富時100指數升22點，巴黎 CAC 指數升43點，德國 DAX 指數升281點。其他消息，警方國安處起訴3個男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涉及舊年新蒲崗工廈非法進行槍械操練。案件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被落案起訴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嘅3個男人介乎20至23歲，其中一個20歲男人同時被起訴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罪。警方舊年12月拘捕10人，涉嫌喺新蒲崗工廈單位入面進行槍械操練、刀術同格鬥術等，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3條非法操練罪。其中2人早前已經被落案起訴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警方喺西貢檢獲懷疑大麻花約接近1億，拉咗3個男人，係自2023年以嚟警方錄得最大宗嘅大麻花案件。行動檢獲大約511公斤懷疑大麻花。警方根據情報，尋日清晨喺西貢大網仔路一個沙灘發現3個非華裔人士搬運25個尼龍袋，部分裝有懷疑大麻花，以涉嫌販毒罪拘捕3人，介乎25至34歲，其中2人持行街紙。警方調查相信佢哋係販毒組織嘅骨幹成員，負責接收同派發毒品。案件聽日喺觀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留意到呢一個販毒集團咧，係企圖利用本港一啲偏遠嘅沿海地區，又例如呢個頭先提到人煙稀少嘅沙灘位置咧，係作為毒品嘅上岸點，以及咧係選擇一啲清晨嘅時分咧，係作為毒品活動嘅時間，企圖咧係提高警方嘅執法難度。倘若呢批毒品流入社區咧，後果可以話係不堪設想。今次行動係成功將毒品喺流入市面之前咧，成功喺源頭堵截，係重重咁打擊咗一個以本地為目標嘅毒品供應渠道嘅。油麻地有介款車同的士相撞，2人受傷送院。意外之後有持長槍嘅警員到場，
喺介款車旁戒備，的士車尾撞凹。介款車上晝近11點半，沿住連翔道往尖沙咀方向駛至元豐商場對開嗰陣，懷疑的士突然收慢，介款車收掣不及，同的士相撞。的士司機同女乘客受輕傷，送往廣華醫院治理。現場消息話，介款車上面裝有珠寶。一艘搭載1700幾人嘅英國郵輪爆發諾如病毒感染，大約80人出現病徵。郵輪現時停靠法國，將會繼續評估情況，決定係咪繼續行程。英國大使郵輪公司嘅紅心號郵輪現時停靠法國西南城市波爾多。法國衛生部門星期三話，船上大約80個人出現消化道感染症狀，另外有一名92歲乘客喺航程入面心臟病發死亡。乘客同埋船員合共大約1700人需要留喺船上面，乘客已經由船上醫生診治，並且喺各自嘅艙房內隔離。醫療小組上船評估衛生狀況。波爾多大學醫院傳染病科確認致病源係諾如病毒。We can still walk around. There was this one deck, the deck next to the shore, which we were out on this morning, has been restricted for this afternoon. I have no idea why. But otherwise, pretty well everywhere else is proceeding more or less as normal. 路透社報導，法國當局喺星期三晚允許部分乘客離開郵輪，但係必須採取必要預防措施，例如經常洗手。郵輪公司就話，船上隔離措施將會繼續執行，並且進一步加強防護措施，將會依據船上醫療評估情況，決定係咪繼續行程。當局又話，目前冇理由將呢次感染同近期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發現嘅漢坦病毒個案聯繫起嚟。據報導，紅心號郵輪喺上星期三從英國出發，之後曾經停靠英國貝爾法斯特、利物浦同埋法國布雷斯特等地。如果繼續行程，郵輪會前往西班牙，並且最終返去利物浦。諾如病毒通常同食用未經煮熟貝殼類海鮮有關，患者可以透過接觸受感染嘅人、食過或者飲過受污染食物或者水、接觸受污染物件表面而感染諾如病毒。患者會有嘔吐、腹瀉、發燒等嘅症狀，大部分人可以自行痊癒。無線電視記者黃君賢報導。美國因為藥物過量死亡嘅人數連續第3年下降，不過專家警告新型毒品不斷出現，加上政府削減相關防治措施，情況可能逆轉。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星期三公佈嘅數據，美國舊年有大約7萬人死於藥物過量，比前年少大約1/4，係連續第3年人數下降，係幾十年最長連續下降時段。芬太尼、可卡因同冰毒相關嘅死亡個案舊年都減少，不過專家警告，新型強效合成鴉片類藥物持續流入市場，其中一種嘅藥效據稱可以達到芬太尼10倍。加上政府近期削減多項藥物過量防治措施，包括停止資助毒品檢測工具，都可能會導致藥物過量死亡嘅人數回升。英國王妃凱特訪問意大利，係佢前年公布患癌以嚟第一次正式外訪。凱特星期三抵達意大利北部城市雷焦艾米利亞，訪問2日。佢到達市議會會堂嗰時，受到大批民眾歡迎。呢次係佢前年證實患癌症以嚟首次外訪。學前教育係凱特關心嘅議題。恒生頓宮發聲明表示，佢呢次出訪着重於幼兒發展方面嘅工作。現年44歲嘅凱特前年3月證實患癌，6個月之後宣布完成化療。舊年1月表示病情正喺度緩解。佢曾經講過，經歷癌症治療之後，仍然難以回復正常生活。美職國際邁阿密作客以5-3擊敗 FC 辛辛那提，美斯2入球1助攻。美斯喺中圈未加速，蘇亞雷斯一攤右手，似係示意叫佢上，右腳少少控甩，一拍入波出現。
但係接應巴達拉美嘅時候已經越位啊！如果早半秒傳就 fit 晒，依家突出咗個幾身位，心口控左腳背彈得靚都冇用，個個揾美斯，迪保羅直線太直啦，對方先到，但係粉紅衫嘅邁亞密24分鐘領先，今次美斯望住嚟走冇越位啦，美亞斯加解圍反彈佢入網，之後失2球被反先之後，蘇亞雷斯撞後美斯，再蘇亞雷斯撇去迪保羅嘅時候，美斯已經到咗12碼點接應。55分鐘入第2球，為邁亞密追成2-2。但係前面有美斯式入滲，後面就繼續咩事式滲漏，咩事呢？艾雲達方圓3米冇人嘅勁射上角，咁嘅力度，如果唔係入網，上到觀眾席可以射暈幾件㗎。辛辛那提64分鐘再超前3-2，邁亞密到79分鐘，10分鐘內入3球，3球都同美斯有關，先助攻後備嘅斯維迪，